临危不乱，顾西西。可我超级迷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很高兴大家今晚可以来参加我的开业礼，当然我也很幸运，有了大家的支持，才能得以成立今天的 We Studio。但是在这里，我最想感谢的一个人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没有他，也就没有 We Studio。他就是尹思辰。下面我想请他上来讲两句。我。谢谢。首先非常开心，西薇的店能够今天开业。毕竟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份自己擅长又喜欢的工作是特别难的事情。对于时尚我一直不太懂，但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问我身上的礼服是出自哪位设计师之手。现在由我隆重地向各位介绍这位设计师，我的太太顾西西小姐。今晚我们两位的服装都是出自她的手，这也是她即将推出的个人新服饰品牌 CC，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，谢谢。那刚刚思辰呢也提到了顾小姐的新店，相信大家可能还没有听说过。我希望顾小姐可以上台来分享一下她的经验，也好让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一下。顾小姐，你要是不想，我可以不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顾西西。冉小姐实在是太抬举了，我只是一个新人设计师，谈不上什么指导意见，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你们。但是我很乐意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想法。首先，我必须要夸赞一下冉小姐今天的穿着 ，PL 的高定袖款非常的华丽精致，就像她本人一样非常完美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时尚不应该局限于追求奢华，而是应该敢于打破常规，敢于秀出与众不同的自己。即使说你身上穿的不是高定袖款，不是非常奢华的品牌，但你也依然可以打破别人的眼光，秀出最好最完美的自己。至于我的店铺 CC 嘛，现在还没有开业，等之后开业了，还希望各位多多捧场，谢谢。很感谢顾小姐刚才的发言，希望后续我们可以有深度的合作。那么今晚就请大家尽情在这里享受美好的时光吧。临危不乱，顾西西。可我超级迷。这是你应得的。